歡迎收聽福音清談節目《號角聲》。歡迎收聽《號角聲》。喺今年嘅7月19日，係北角衛理兒童合唱團42週年嘅音樂會。今集我哋邀請到佢哋嘅音樂總監葉長勝先生，同我哋介紹呢一個咁有活力嘅合唱團。我哋其實每一年咧，北角衛理兒童合唱團咧都會做一套嘅音樂劇嘅。咁呢套音樂劇咧都係聖經嘅故事啦。咁所以每一年咧，我哋都要寫劇本啦。咁同埋咧，即係將呢套音樂劇咧就排出嚟。咁而其實個特色咧，其實就係我哋每一班嘅同學咧，每一個同學都有機會參與演出咯，即係就唔係話我哋特別選啲比較優異啲嘅同學佢哋出嚟做咁樣樣。咁我哋大概我哋合唱團咧而家有120人度啦，咁有5班，咁即係由幼稚園開始去到最大嗰班咧，其實佢哋而家去到高中咧，中5、中6咧就嚟要考公開試咧，佢哋都唱緊。咁所以其實我哋呢個音樂劇咧個特色咧就係即係無論係邊一班，無論咩年紀咧都有機會可以參與演出啦。咁另外仲有一個特色咧，就係我哋每一班咧，除咗個音樂劇之外咧，佢哋其實都會即係好似平時合唱班咁樣樣咧，咁啊有機會一班一班咧就係上台演出。咁其實咧我哋特別即係每一年嘅音樂劇咧，我哋都係自己寫個劇本嘅。咁個原因就係咧，因為都係想個劇本無論佢嘅人物啦，同埋無論佢嘅即係對白咧，其實都係貼近翻香港當時嘅情景咯。咁所以咧係比較即係本土化啲，咁就同大家同觀眾啦，同我哋個團員咧比較親切啲，比較有歸屬感啲咯。其實咧舊約巡禮咧，我哋通常每一年嘅音樂劇咧都係即係大概半年之前開始選呢個曲目啦，咁同埋咧就即係早1-2個月咧開始寫個劇本。咁今年咧好特別啊，即係當揀咗呢一套嘅音樂劇之後咧，特別發覺近呢幾個月咧，其實國際嘅時局咧好動盪，風起雲湧。咁而且咧人心咧都係唔係好穩定。咁我發覺即係喺神喺當中咧係實在有一個好奇妙嘅帶領咯。即係原來即係諗翻呢套嘅音樂劇咧，同而家國際嘅時局啦，無論喺政治啊、喺經濟啊、喺社會民生方面咧，其實係好貼切啊！對於而家呢一個嘅時局咧，同埋個民生。咁我哋諗原來呢個音樂劇咧，其實喺要帶出個信息咧，其實係即係上帝喺歷史嘅洪流之中咧，其實係掌權。咁神有佢嘅計劃，同埋佢有個救贖嘅計劃。咁我哋即係回想即係喺舊約裏邊咧，其實有好多聖經嘅人物，包括始祖亞當夏娃啦、挪亞啦、亞伯拉罕啦、摩西啦、大衛啦、士師啦，好多呢啲嘅人物咧，其實經歷咗好多嘅年代、唔同嘅朝代、唔同國家嘅興衰，但係喺當中咧，我哋睇到其實神喺當中咧係掌管歷史。咁所以呢個信息係好重要嘅，即係俾我哋睇到咧，即係尤其是舉個例，譬如但以理。即係但以理咧，其實佢喺唔同嘅國家，外邦嘅國家啦，唔同嘅朝代咧，佢都係即係服侍過。咁但係去到佢年紀老邁嘅時候咧，佢發覺原來咧喺唔同嘅國家、唔同嘅歷史裏邊咧，神一直都係掌管。咁所以佢講咗一句説話嘅喺但以理書，佢話神嘅名是應當稱頌的，從亙古到永遠。因為智慧能力都屬乎他，咁所以因為呢一個咁重要嘅應許咧，同埋即係我哋嘅宣告咧，原來咧我哋喺唔同嘅環境底下咧，都唔需要懼怕，因為咧神同我哋同在咯。咁所以我哋
好想帶出呢個信息，即係無論喺任何環境咧，神都喺度掌管。係啊，其實有好多難處嘅，因為其實即係要每年要搞一個音樂會咧，即係第一就係要 book 場啦。咁其實即係大家都知，其實香港即係要 book 康樂文化事務處嘅場地咧，其實一啲都唔容易嘅。咁我即係而每一年咧都可以即係 book 到香港大會堂音樂廳可以演出咧，呢個即係個難度係非常之高咯。咁我舉例，譬如今年嘅場地咧，其實我哋被 reject 咗超過5次，咁然後去到最後尾即係不停去申請啦，即係個 reject 咗我哋再申請 reject 我哋再申請，咁然後咧最後咧我哋先至先攞到呢個場，其實好問嘅時間。咁所以其實呢個場地啦，咁另外就係即係個劇本要寫啦，咁另外其實即係一間教會啦，我哋嘅北角衛理堂啦，即係一間教會嚟講咧，要動用咁多嘅人力物力咧，去舉辦一個音樂會，咁而當中咧有音樂劇咧，其實即係一啲都唔容易嘅，因為台前幕後啦，譬如賣飛啦，設計 poster 啦，服裝啦，我哋所有嘅服裝都係自己。即係 Helen 去幫手去設計啦，同埋去做衫。咁其實我哋每一年做衫嘅戲服咧，都要之前要3個月咧就已經開始要預備。咁另外有啲道具啊、佈景啊，咁各方面其實係好牽涉好多人。咁但係即係北角衛理堂好多弟兄姊妹咧，佢哋係好投入，同埋咧任勞任怨咯。呢個係即係我哋好感恩嘅地方。我諗最大嘅推動力咧，其實係神嘅恩典咯。即係今年北角衛理兒童合唱團咧，即係踏入第42個年頭啦。我哋有好好嘅導師嘅團隊，佢哋即係唔單止好專業啦，咁同埋咧佢哋好熱心愛主。咁有好幾個導師咧，其實都係喺我哋合唱團咧服侍超過10年或者15年以上。咁呢個第一個支柱。第二個支柱咧就係頭先你提到咧，即係一班嘅委員咧，即係佢哋係義工嚟嘅，係北角衛理堂嘅弟兄姊妹。咁但係佢哋每一年咧都花好多時間喺幕後咧個行政啦，幕後咧去負責呢個即係音樂會。咁所以其實呢一班嘅弟兄姊妹，呢一班嘅家長咧，其實係神特別賜俾我哋。咁我哋即係冇咗呢啲家長咧，其實即係大家都知道一個音樂會嘅營運咧，唔係一個人可以做得到嘅，係背後一班人。咁所以呢班人咧，唔單止喺背後任勞任怨啦，咁而且咧佢哋亦都付出咗好多時間精神。第三咧就係即係教牧同工嘅支持。咁即係其實喺過去咁多年咧，即係堂主任牧師啦，同埋傳道人咧，喺我哋呢個團咧，佢哋背後嘅支持咧，係我哋強大嘅後盾咯。即係透過呢個合唱團呢個團體咧，就因為通常家長佢入嚟嘅時候咧，佢都係希望咧能夠即係將佢哋嘅小朋友可以唱歌啦，同埋咧有啲嘅社交生活。咁佢哋其實估唔到咧，原來透過呢個唱歌呢個社交生活咧，佢哋可以接觸福音。咁無論係小朋友啦，同埋係家長咧，都可以接觸福音。咁所以呢個係我哋好大嘅目的咧，希望即係透過呢個咁重要嘅一個嘅聖樂嘅侍奉咧，能夠接觸到家長，接觸到小朋友。咁另外都想提嘅，其實咧即係我哋喺團隊裏邊咧，其中有啲老師咧，其實佢哋都專長咧就係我哋叫 SEN 啦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咁即係有啲小朋友咧，你發覺其實而家都無論喺唔同嘅國家、唔同嘅地方咧，都有唔少嘅小朋友咧係有呢一方面特殊嘅學習嘅需要。咁我哋有一啲嘅導師咧，都喺呢一方面咧係專家嚟嘅。咁所以佢即係我哋睇到咧，其實譬如個小朋友入嚟嘅時候咧，有唔同嘅
狀況出現。咁但係佢可能喺合唱團唱咗1年、唱咗2年咧，佢睇到佢好大嘅進步。咁呢個係即係我特別係呢幾個月咧，我都常常咧同啲家長講，即係個別同佢講，我話你嘅仔仔呢個女女咧喺合唱團唱咗之後咧進步咗好多。咁佢哋都知道嘅，咁所以佢哋都好欣賞即係老師嘅付出，咁同埋睇到喺當中咧睇到即係小朋友佢哋嘅進步啦，唔單止喺唱歌上面嘅進步，咁我哋好感動嘅，因為即係睇到佢初入嚟同佢而家1年啊之後2年之後好大嘅進步，咁而家長咧係好開心，咁呢個係即係我覺得即係神係透過呢個嘅服侍咧，即係唔單止喺唱歌啦，唔單止佢哋能夠接觸福音啦，咁佢哋喺個人嘅成長上面咧，都係好大嘅得益。咁呢個係即係神好祝福北角衛理兒童合唱團一樣嘢嚟嘅。